因為我知仔走咗之後，我知道咩先係叫痛。我唔希望再有人去感受呢種痛楚。2022年9月7日，觀塘安達臣道地盤天秤發生意外，共奪去3條人命，和造成6人受傷。其中一位遇難者正是徐爸爸的25歲兒子徐學培。那天，徐學培如常離家前往地盤工作，據料永遠再也不能回家。事故的陰霾至今仍籠罩徐爸爸的心頭，但他選擇化悲痛為力量，重拾書本，立志守護大眾工友安全，成為工地安全的大眾爸爸。咁自從我個仔死咗之後呢，我就好想去了解翻點解呢個天秤會冧，同埋工業安全點解會係咁兒戲一樣嘢。咁我當時有個構想就係話，會唔會係讀一啲有關嘅課程？咁相關有關課程最直接、最較為正規嘅，當然係讀一啲 high dip 啊、degree 嘅嘢啦。咁所以我就再重新去讀 DSE， 希望喺 DSE 個考到個較為好嘅成績，能夠上到去讀一啲譬如個機械工程、地盤建築啊，或者係師傅嘅嘢。另外就係我想了解翻點解喺個工業安全嘅情況底下嚟講，有啲人或者有啲機構係唔需要負責任嘅。我所以係想了解翻法律嘅思考模式。呢個就係我想讀 DSE 嘅目的上去。咁讀上去，除咗最主要目的其實都係為咗自己嘅。咁我想了解翻我仔當時做嘢嘅情況係點樣，我同埋個法律個意識係點樣，我想去了解咗呢個心結嘅啫。咁另外就係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嚟講，因為我知仔走咗之後，我知道咩先係叫痛。我唔希望再有人去感受呢種痛楚。咁所以目的嚟講，最終都係希望職業安全，政府做翻佢應該要做嘅嘢，負翻佢應該要負嘅責任。無論個家庭情況點樣都好，完完整整係一個最好嘅嘢。無論失去邊個，或者係生活富裕都好，少咗個親人就係少咗親人。係一個冇辦法彌補、冇辦法填補嘅嘢嚟。我目的都係呢樣，就係希望工業安全減少有人傷亡。